城门甲吊桥，入口城门以砖仔的方式是发色的，7米宽，6.2米悬，21.67米深，中开一空做员工门，门外顶面的门批伫院外迄面写益大金城，院内迄面写万楼低挑，是新保证亲笔题字写的，所以二昆新炮台又搁号做金城。头前有外好高，城门出入口有一条插棒吊桥，无抢犯。若有敌军来侵犯，就随时甲桥棒收起来，甲对敌挡伫外口。到日本时代了后，炮台就无路用啊，换做防欣赏行打的所在，有酒楼、餐厅即款店头。吊桥嘛改做固定式的，二战以后有搁整理过，才变做眼时前的款式。